方言不太一样。那如何让大家都能够听得懂啊？当然，我们自己的方言我们可以保留，问题是我们希望能够用通用词。什么叫通用词？大家都听得懂的就好像比如说我们可能翻不到吧，就是结婚这个词啊，结婚这个词基本上5个方言有四个单词不太一样啊，当然就是这个都可以解释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继续来翻我们上次没有翻完的哈，那还是属于这个丰年祭里面的这个一些词汇哈。那我这边特别加了一个括弧哈，就说这个句子结构是中文是呢第6天造饭日啊。如果说你这样翻的话，你很难翻，就是在阿美语哈，所以你加个是的话，你就很好翻哈，后面大概就是个词组哈，所以这边的主要的动词就是是当然造饭也是起舞起送送什么到分分食这几个动词所以我们练习翻看看哈。好，我们现在开始哈。好，智慧请教哈。那每一个方言的单词我不一定会哈，当然我自己会背一些课。那当然我希望能够我自己了哈，也有这个愿望，就是希望我都能够读会所有的方言哈，然后我就可以整理出更多的东西出来哈。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目标了哈。那每个方言还有每个部落也不太一样，就算是这个方言可能部落的单词也不一定会一样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我们现在的部落呢还没有就是我讲的哈，希望你有机会自己做自己部落的方言字典自己部落的就好了这个你自己可以做的你不用管别的方言，你就做你自己的部落就算是做自己的部落，也有可能会有不同的方言，那也麻烦在这里但是我们就是做我们部落的嘛，不管有什么方言，我们都列进来那我们的语言就真的就不会丢失那特别我们现在年长的老人家如果他走了，他就把单词带走了真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其实我们有很多单词的，但是没有记录下来，非常可惜好，你看看，如果你翻译好了你就把它打上来那这个没有什么第6天是造饭日青年起舞妇女送糯米饭糯米糕到集会所分食猪肉。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单词了应该是没有什么单词没有什么特别的单词了集会所就是看应该集会所可能马兰不太一样而已集会所如果按照马兰的话，应该叫萨迪莫兰七夕不是10费吗？对，没有错，这是通用词了。但是你自己去查马兰的，你们叫萨迪莫兰萨迪莫兰它是有它的典故表示你们是从南方来的。不是从北方。所以我们的文献很少关于自己
的好词汇的来所以源。所以要研究啊，不是说那个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还是要知道那个词的嗯，典故是什么。嗯对，我后来才知道那个哈 a 啊，其实我们以前是呃，好了，在等其他同学的同时跟喜喜聊一下。我上次听到一个研习，就是说日本为了要断我们的文化的根，他就鼓励我们种稻子，就是要断米沙哈 a 这个文化。嗯，这个很所以因为正常啊，殖民是吗？政策哈，就是这样子嘛。对啊，我觉得好嗯，可怕。哎，好，千代翻好了哈，好，我们看一下哈。好，这是伊萨个安嫩马鲁米20号第6天哈，呃，过比萨哈法院哈，好，比萨哈法院就在真正传统来讲，老实讲，我们应该还是以哈法哈，以哈法为主哈，所以比萨哈法院哈，马里古达爱古嘎巴带来1阿米包萨多发20阿米基拉兹多滴滴古法法院福金盖哈，福金盖是这个日本话哈，妇女会哈，福金盖。好，我们还是用法法院就好了哈。好，所以这是一个很规范的一个翻译哈。好，理论上就是说这个是没有问题哈。现在就是说，你看哈，啊、其实这边的主词哈，我为什么要把这些动词列出来？就是让你知道主词是第6天，好，主词是第6天，好，所以这边哈那个肩带哈，我就稍微给你调整一下哈，就是说这是一个记法结构嘛哈。这个是我们普遍的口语都会大概都是这样子哈，所以主词应该是萨嘎那马鲁米亚哈，应该是这样子哈，乌比萨哈翻样哈，就是日子哈，这个要先翻哈，好，姑在这里哈，姑萨嘎恩嫩阿鲁米亚斯，这个记法结构才是对称到第六天是造饭日，好，因为整个句子结构来讲，就是有主词动词的，就是第一句，后面就是个词组，好，当然妇女送糯米饭到聚会所，这个也是一个句子哈，就是说，我们这样翻的话，我们句法结构才是对称才是对称啊，当然马里古特爱过干巴你看就是说青年是主词青年是主词啊。好，这边呢，妇女是主词哦，所以我给你打黄字的，它都是主词。好，那好，马里国的爱国嘎巴，这个没有问题啊。带来一次飞，阿米包上都发誓，阿米米吉拉都滴滴古法发现啊，这个没有问题哦。这个就是完全没有问题啊。好，就是你这个妇女送糯米饭到聚会所分析出了，就是你把它合并了这个就没有了，把它合并了，并列没有问题，因为这边的主要主词就是第6天青年跟妇女好，这是我自己另外说的哈，我们看一下这个书写哈。我比萨玛样过是个安那马鲁米亚这个就是对称的哈。们格罗古嘎巴把大家都多伦伊斯菲过发现，巴里拉姆都滴滴古曼这个记法结构就是对称到这个完全中文该怎么分句该怎么翻这个很好巴呆啦那当然用的就是送去那个
书写哈，就是说你可以参考一下哈。这边你看米包萨，好，这个词应该是通用词哈，米包萨，好，好，这个包你也可以萨，参考哈。包好，萨就是送饭，哦，送食物叫包萨哈。这个词你也可以参考一下。米吉拉，好，米吉拉解释啊，分配，啊，分配。啊，米吉拉加分配，好，就是这几个单词呢是一个，当然巴里拉姆也是可以哈。巴呆拉，好，巴呆拉读论的话，就是你用这个单词比较简单啊，当然 OK 啊，米包上这几个词哈，其他都可以哈。好，看一下其他还没翻好哈。秀兰还没上线吗？秀兰马上就来哈。哦，因为秀兰的单词比较会不一样。好，bisa havayanku sekarang malumiat 好一样哈，就是说好，我们等一下先看整句哈。misa 应该是 misa havai 吧哈，misa havai 哈对对， ，misa grogu kapah vavian 包萨tu turun tanggal sai tanggal upan mikilat tu titik no vavi no titik 多了一个吧，titik no 哎，多了 vavi 多 no 了 titik 多了，哈哎，titik no vavi 就后面就不用了哈。哎，对对对，多了，好，OK。我打多了，好，现在这个问题也是一样哈，就是说，你看我们的中文哈，第六天它是主词，第六天是造饭日哈，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哎，没有错，你的翻的是对的哈。我比萨饭样古萨个恩的马路亚哈，好，比萨哈饭去比萨格鲁跳舞青年我发现好，现在就说你这个第二句没有主词嘛，就是这里哈，有没有？嗯青年妇女这个地方没有主词因为青嗯年起舞，所以起舞它是个动词，青年是主词，妇女送什么什么分食有3个嗯，动词，所以妇女是个主词。你现在的哦，问题就在这里哈，所以我们哎，看怎么改哈。好，这里有 misa g l o g o 嘎巴没有问题，现在就后面这一句，你那个姑要放在哪里比较好？vavian 包所以萨，所以法凡样是主词，哎，所以这个不用了，要加菇，但是那个菇的后面是法凡样哦，所以哈是这样子，我直接替你改哈好好，米包上米包上vavian 对好米 turun 包上 ko 对后面就 vavian 对了，这样就 对 OK 了。米包上古法凡样都多论，当然 turun 是一个当三五不时按，米哎吉拉斯多滴滴努巴费，这个哎，句子就是这个完整的，记法结构就是跟这个中文是对称的哈，对称啊的哈。好好好，好，OK，来，不客气哈。哎，好，OK，如果其他没有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说大家的翻译都是意思都对了哈。那对了之后呢，我觉得还不够的，就是说我们的中文跟阿美的记法结构要对称就是说它是主词，它应该就是主词；它是受词，它应该就是受词。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好解释那就是这个都是要不断的练习了哈。我过去在翻译的时候，也大概是如此哈，就是记法结构有问题哈，记法结构有问题意思是对，问题是记法结构有问题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往这一条路去走的话，我们将来我们的翻译就会更好、更精准哈。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看第二句哈。好，一样哈，第几天是竞赛日所以我把它加进来，就是让你好翻哈。好，所以第7天是什么？
它是个主词啊，所以部落全体它是个主词啊，然后后面可以合并哈。好，我们现在练习看看。第7天是竞赛日啊，部落全体歌舞赛跑，所以歌啊是动词啊，赛跑是动词啊，送啊送灵啊，当然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按字翻哈。那当然就是因为这些词汇呢，基本上竞赛日，以马兰的话，它就单词不太一样，这个词非常特别哈，这个词真的是非常特别，还真的是没有办法研究哈，因为麻烦就在哪里，就是没有没有单词，没有字典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字典虽然有几本，但是呢，没有办法囊括所有的部落的方言的词汇。像你看这个，在9阶教材里面，马兰的，你看比拜啊，比拜是什么？竞赛日。当然，这个可能是一个他们的这个丰年祭里面其中的一个项目啊。那问题是多少人读得懂啊？就有问题在这里哈。好，竞赛日哈，这是马兰的哈。那竞赛，所以竞赛就不一定是跑步了哈，它的概念在这里哈。各种竞赛，那有跑步的竞赛，有这个游泳的竞赛，也有什么样的竞赛，所以所以这个词应该是什么？应该就是吹哨子啊，我认为了，吹哨。bip b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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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吹嘛，按哨子了。对，所以他是用这个词来替代哈。吹哨啊，吹哨就是你听我的怎么样怎么样比赛哈，比拜应该是这个啊。但是因为我也问不到老人哈，就是马兰的老人我没有问哈，但是我直接这样猜测哈。好，这个签带已经放好了哈。琪琪，请说。都来送你，慢啥？送礼没有关系，不用担心，你只要翻的哈，意思对就行了。因为很多专有名词哈，我们没有留下来，所以不用担心了。慢很多，Mi paano kaito li teng tuas 哦， li teng 这样 tuas 啊，先求有，再求对，就是最简单的嘛。所以你这边后面插这个是吗？把多诺呢，琪琪？把多诺的话也可以啦，把多诺，但是把多诺的意思是什么？用眼睛送。目送而已哈，叫把多诺，所以跟送灵是另外一回事哦。好，嗯，把奴该送走就对了。对，把奴该送回去。好，你这边又加一个比利弗蛋哈，可以了，里弗就是跑步竞赛哈。Ko sa kapito alumia makro alumasio malifata tumikai makumot ko niaro yung makumot ha. Mahalak to i panukai ha. 绿灯，好，这样就 OK 了哈。Ko sa kapito alumia makro alumasio malifata tumikai makumot ko niaro，可以了哈。Mahalak to i panukai to 绿灯，好，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哈。好，我们看下一个。好，书写的。
好，书写了哈。哦，达拉里弗丹古萨卡皮多阿罗米阿塔，马布隆古菲纳乌拉纳鲁马里奥马萨克罗阿多马拉的佛，马克多阿米巴努盖马哈勒多马哈勒，好，马哈勒多阿米巴努盖多嘎瓦萨，这边就是说等一下哈，马哈勒多，所以那个书写哈，就是说这边马哈勒多阿米巴努盖多嘎瓦萨。就好像是你，已经把这个灵送回去了。他是事情完成之后就去送灵这件事，可以理解吗？那个书写，所以这边最好还是停顿一下。马哈多伊有没有？可能会比较好。好，你这样就不需要马哈多古日玛给米巴努盖多高啊，这样的话就可以连。那如果你没有说那个完成事情，马上都一停顿，然后这个啊就不需要哈。米巴努盖多嘎瓦这样 OK。好，谢谢。OK， 好，秀兰的哈。Aubisi ayan ko sa kapito alamiat i niroay mamin makro ato ma fakat malhaji to patungus to tatuasan ha. Bisi ayan哈 ，bisi ayan ko sa kapito 这个词还真的是哈。那是写竞赛。是喜爱还是喜爱哈？好，这个词好哈。比喜爱yan。你看哈，现在就说部落全体歌舞赛跑哈，部落全部满命 ，ini ai 满命 ，ini ai ini ai 好，这边加个好，然后你看看加什么会更好一点 ini ai 什么，然后才能够接满命哈。担到吗？白担到是不是？担到或者是什么，就是你要用担到也不是不可以哈，可以。ini ai 担到满命是不是？ini ai 担到满命。makro atau mafkat， 你 mafkat 也是跑步嘛哈？跑步对。马拉哈基都完成嘿。马拉基都这个还是要停顿比较好。好，把动物都打到阿三哈，这样的话就 OK 了哈。好。老师有那么多 A 的话，那么多 R 的话，都是它的连接词。对。啊，就是做连结的意思。连结啊。所以，那啊，老实讲，就是在句法结构一定要，口语很容易不讲。对。所以我们现在就说，我们尽量就是说，就是之前我有讲过我们的词组哈，我们的词组有啊的词组哈，还有都的词组哈，就是这些东西哈，都嘿，还有 no 的词组。有嘿就是这个我们都会碰见的，就是说除了什么，除了孤之外孤，孤的话它就是句子所以你看这边有个孤，是不是？有个孤那如果没有孤是什么？它就是你我他的主词你们我们他们所以这些，因为我们阿门也真的是以格位为那个标准，格位。什么是格位？就是什么？
乌、乌、都、不都弄这4个格位来哦，规范嗯然后它是什么词性这个真的很重要哦，你的翻译才会精准加上是不是嗯就是这几个虚词在这里，然后哦来鉴定连接或者是变成怎么样嗯，所以这个很重要哈。老师那个你就不是了哈，你是属于你是词缀词缀你是词缀，现在很大的问题都在这里。不是你是格位标记词缀，它也是格位标记，但是它是词缀这个都是词缀那也是都是词缀对，单数复数渣都是词缀就是现在这个比较麻烦，因为在9阶里面，他们都是有的时候分，有的时候连在一起。对，有时候有分，有时候又不分。像那个你嘎信息，如果是你嘎的话嘞，它是词缀你嘎是一起吗？还是你跟嘎要分开？它是复合词缀。复合的就是米嘎就相当于是米嘎，相当于但是我现在看不到，比较早见到米嘎，很少有，还是有。我在文章上面还是有。好。所以喜爱喜爱是竞赛的意思了竞赛对，竞赛那个是日本话啦，信息喜爱所以你还是有那个vagats 你的 vagats 是跑步吗？对哇，这个词这个如果是在南边的话不一样。好，没关系这个就是方言好，基本上我看一下还没有别人应该没有了，就你们3个了好 OK 好，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好，现在是这个祭司祭司就是看你会的方言的单词就行了祭司再次爬到宗祠的屋顶上向大众撒槟榔切片所以你看你祭司所以其实它是一个主要的主词就是你祭司然后爬是不是然后撒槟榔所以这个也是是一个方向向大众撒槟榔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这怎么翻宗祠呢你也不要太计较因为这是中文中文我们哪来的宗祠没有就是如果说我们是在 Sfi 哪来的屋顶没有就是类似这种概念所以我们尽量翻的贴近就行了那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其实也不用去区分男女了西高哇塞这是一个西高哇塞西高哇塞西高哇塞都可以如果说是秀姑兰它上面的词叫做叫什么去了这个词很特别巴基哈盖巴基哈盖这个词很深很深这个是巫师吗？对，这几个基本上都是通用词了就是各个方言不太一样如果说是海岸呢
叫阿伊斯兰啊。阿伊斯坦，新系阿伊斯坦不是校长吗？对，没有错，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校长这个词，就用这个词去替代。阿伊斯兰就是理论上，阿伊斯兰真正的意思是训练技师的人。是哦，哎，他是要当技师的人，所以这个词就拿来当校长啊。对，所以阿伊斯兰是这么来的哈，他其实就是技师的意思哈。有大帮有技师给你阿伊斯坦。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他是专门训练技师成为技师的。对嘛，就是打棒嘛，哦。另外也可以用米沙外哈。米沙外。米沙外哈，就这几个词都可以用哈，看你要用哪一个哈。西高瓦塞、吉高瓦塞、巴吉哈盖，巴吉哈盖是秀姑兰哈，这个词我觉得很棒哈。吉哈，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吉哈？吉哈不是那个什么，对啊，有个地名哦。不是地名，对，没有错，吉哈盖是一个地名。为什么叫吉哈盖？因为那个地方都是吉哈嘎。对啊，它是一种植物。吉哈好像是在哪里？朔风乡那个地方。有哈。有朔风乡那个地方。那个叫什么写？吉哈是一个地名，吉哈。好，看看有没有人翻好了哈。好，你翻好了，翻好了，我们先来看。我们看一下秀兰的哈。我有加上你其实你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哈。好，我发现呢，西高瓦塞今仔自在在米拉高都努ngasao发达红，pada Sabtu ngijuan ijep sapakar tu nyaro ai kapah talalutuk mi aluk talaliar mi puting hina ka ara tu你阿多半，哈，你这个翻的就是很直接了哈，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变成很连贯哈，就说好，你现在没有那个主词，就是你技师他是个主词有没有？好，所以这个要等一下我们来给它调整哈。好。所以这个就是把它往后就好了哈，然后乌改成姑哈。Ina tsaya atsami ta kau tu no ngasao afata hongko fafayan ashikawasai，基本上这样就对应了哈。好，pada Sabtu nijuan一直切片的这个槟榔啊。你这个后面还没有翻的哈，后面是下一句了哈，所以后面是我先把它删了哈。向大众这是下一句哈，下一句好，下一句好，没关系。好，那只在再一次哈，再一次哈，那只再就是一次，再一次这是就是很直接的翻哈。米拉高就是爬哈，爬或者是搭哈，都弄啊扫哈。动词拿少是一个没有错没有错，它是个氏族。多努拿少万加个岸会更好一点哈。拿少万，因为它是个房子嘛哈。是。如果是拿少的话，它是属于概念；如果是岸的话，它是一种物质建筑物或是什么。对，所以加个岸会更好哈。好。反正红哈，我发现了西高瓦塞。pada Sabtu ngijuan所以pada Sabtu你用咪还是咪会比较好？都ngijuan咪还是咪哈？ngijuan咪哈，ngijuan哈，加用咪的话是会产生什么？可以没有问题。可以哦。
你一样的用意思啦哦。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差异了哈，因为后面有按的话，就是差别不是很大。嗯。差别不是很大，主要要有。如果是没有按的话就不行。如果没有按的话就不能不行。加那个咪哈。可以咪或咪都可以。都可以哦。都可以。好，基本上这样 OK 的了哈。好，谢谢老师。不会。好，我们看一下前代的哈。就我的宗词落掉了。没关系，我们把它加进来就好了。米利亚户达拉发达红米利亚户宗词达拉罗马努。达拉发达红努宗词不会。罗马努是努罗马努多阿斯。好。是不是？米利亚户达拉发达红努，是不是？要不要加在这里？罗马努里登还是什么？努力登。里登好。jika wasai ami fursatu mapci一直。好，你这个下一句是上面的半句了哈，我们就先把它弄掉了哈。mi fursatu mapci一直好，tu mapulungai 好，tu mapulungai 好，所以后面这个就先不要了哈。所以你是用mapulungai哈，你如果说是mapulungai，当然它是聚集在这个地方的人了哈，大众。好，可以了哈，可以。好，米利亚户达拉发达红努鲁马努里登，国际高瓦塞米弗尔萨多不吉一直多不容爱。好，没问题。老师，请说。不吉在我们的部落里面是破掉对，我们不吉就是切。对不切，你们是切对，切。切。我们是明依旧。理论上依旧是什么意思知道吗？什么？你就是用咬的。你就呢？对，你就是用嘴巴咬下来的一片叫你就。它真正的意思是这个。是哦。对，我跟你讲，只要是ng 开头的词，大概都跟嘴巴头有关系。那如果老师用那个米不辣呢？不辣又不一样了。不辣的话，不辣也不是不行啊。不辣通常是比较硬的、比较大的东西。那就像劈木材这样子哦。对。所以，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词汇就是这个部分说明的不是很细，就是这个句子你要习惯去问老人合不合适，他会用比较合适的单词来告诉你。所以有些单词我们虽然在字典上去背有些是不恰当的，真的，但是意思是对，但是是不恰当的，因为在我们的老人的概念里面，有些词是不合适的哈。好，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书写的哈。书写真是不简单了哈。后半段还没有看完。后面那个把人们那个是下一句啊，那是下一句啊。我们现在只有这个，我们现在你既是认识爬到庄子屋顶上向大众那个你们讲的那个是下一句了哈。所以我们看一下哈。米利奥马扎嘎多米利奥马扎嘎多发发现jika wasai ifalong no bisa lisinan。好，这个很好哈。米弗萨多gina cik cik no ejep do finalan。好，这个就是一个很规范的一个翻译哈。好，所以姑发发现jika wasai这个你句式哈。所以姑在这个地方很好哈。米弗萨多gina cik cik no ejep do finalan。好。
大众百姓哈，finalan，看一下啊，好，所以你是用 jik 哈，jik 就是切的意思了哈。好 ，OK， 这个很好哈，对应的哈。好，这个是上半句了哈，那我把它分开了哈，把它分开哈。老实讲，这句比较不好翻哦，这句比较不好翻哦。好，那有些的已经翻好了，我把它直接弄下来哈。所以以是祝福部落青年上山打猎下海，渔捞顺遂，常有猎获。哦，所以祝福部落青年，你看，其实他没有什么啊，青年上山打猎啊，部落青年哈，所以你看，看看你们翻的有没有主词哈。所以祝福，好，祝福。你看上山打猎，你看这个都是动词，好，渔捞啊，有猎获，好，好，我们看哈，因为前面已经有翻到了哈，这个秀兰的是这个上八个了吗？好，我们先看一下前台的。upiparma tutlingas no kapah ami alop mistik pakatama 好 mystic mystic 这个词 mystic mystic pakatama 好 upiparma tutlingas no kapah ami alop mistik pakatama makatama 好，那个常有猎获，好，那个千代有马嘎达玛跟马嘎达玛，你的认知是什么？差别在哪里？马嘎达玛跟马嘎达玛，妈比较多。马嘎达玛就是有这边而已。常有猎获，好，理论上你这个是对的啦。我只是说忽然想到这个词，马嘎达玛。马嘎达玛就是它常常是丰收的哦。有没有？那你的话是对的，只是我想到这个词，马嘎达玛。好，对，马嘎达玛比较多。对，它的意思更多、更丰富哈。我这边就稍微提一下了啊。好，很好哈。琪琪，我的部落又落掉了。部落部落嘛哈，家在哪里？我比巴人们都灵儿，no， 都灵儿 no， 嘎巴 no 年了。好，所以放在嘎巴的后面嘛哈。好，我比巴人们都灵儿 no 嘎巴 no 年了me alop mistik pakatama 所以它就是你看这个巴嘎达玛哈还不太够，常有猎获的话，常有你要怎么加？巴拉里。好，如果是用词缀呢？马巴拉里，马嘎拉，马巴嘎拉里。常有嘛哈，这它其实就是持续。马巴嘎达玛。马巴嘎达玛其实就是已经是有了，但是它不是常有的意思哦。
，mystic 啊 ，mystic mystic。巴巴嘎达玛哦，所以是这个词缀哈，其实是很好用的哈。它是一个叫双音节重叠，它就有持续的意思在。好，好，谢谢老好，师。巴巴嘎达玛哈，巴巴嘎达玛哈，好，这样的话就更精准了哈。其实你的翻译已经很好了，就是反正我们如果能够再更精准，我们当然就是要更精准了哈。Hai awal ku sa kacau malah li semua。来看一下哈，好，书写的哈。好，那阿马拉利斯哈，那马拉利也可以，就是那马拉利斯啊，所以书写就是这样子哈。你看，就是很多词组的概念就这样子。马拉利斯啊，吉达玛，我嘎巴努鸟鲁啊，你阿多比罗多，比罗多啊，多米夫定，也一样的啊。好，你这个就是我看一下。以是祝福部落青年上山打猎下海，一劳顺遂，常有疑惑。那来马拉利斯阿吉达玛，国家巴努鸟罗啊，苗族比罗多，苗族比罗多啊，都米夫丁伊利亚，好，基本上没有问题了哈。就是你的翻译是很精简哈，很干脆哈。马拉利斯阿吉达玛，好，没问题。祝福那个世贤书贤。祝福，祝福，祝福加进来，好了吗？所以你的词好像是用在南奈这个意识里面去了，对不对？对啊。好，所以你看，就是说，因为它是以示祝福，有没有？有没有？它是以示祝福，有没有？它不是只有祝福或者希望、愿望，有没有？所以你那个字可以稍微修改一下，你先试看看好不好？好，先试看看，好，我们看一下那个修染的应该是在这里了哈，我直接给它复制就好了。它因为就现在是变成另外一句了哈。好，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哈，前面加个乌就好了哈。乌萨巴嘎的么多，你要罗埃亚嘎巴啊，达拉鲁多，阿多达拉利亚的，米夫丁，皮那嘎阿拉多阿鲁班哈，这个就是比较直接，看看能不能更顺哈。乌萨巴嘎的么多多罗埃亚嘎巴啊，哈，达拉鲁多好，就是这个阿多。因为它是连续动作哈。达拉利亚的米夫定，然后它有一个好，皮那嘎阿拉哈，你是经常会所以你是皮那嘎阿拉这个蛮好的哈。要分开吗，老师？等一下哈，没有问题。现在就是说，皮那嘎阿拉多你阿鲁办好没有问题哈。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当然这是普遍的问题了。这个呢其实是个词缀了哈。是。你阿鲁办那个呢不能分哈。它就是跟咪一样啊。是在你阿鲁班那边。对，它就是要。不是接在那个堵尼那个地方。那不行，它是你阿鲁办所列到的，是不是？你阿鲁办是已经列到的东西嘛？对。好，现在就是说这个，我看一下，我再加另外一个。
因为我现在要讲的就是那个黑那嘎阿拉。嘿嘿嘿。看一下哈，它是词根是阿拉，对不对？对对。然后你的构词是嘎阿拉啊，嘎阿拉，嗯嘎阿拉就是常常拿到得到嘛哈，常常拿到。好，那现在就是你加一个黑呢哈。还有一个是马嘎你们阿拉，应该也可以哦。你会用黑呢阿拉吗？黑那嘎阿拉。黑那阿拉。黑那阿拉。有听过吗？也有啦，老师也有。所以我现在要分析这个词了哈，就是说，它的词根还是阿拉哈，但是它的原词是这个哈，哈阿拉，哈阿拉哈，哈阿拉就等于是什么？沙阿拉。好，有没有？所以我认为了哈，这是我认为，就是你参考哈。所以希那阿拉哈，所以这个 in 是一个前中缀哈。希那阿拉就是说它有点期待的意思。希那阿拉很耐心，有期待的那个概念，那个 in 是这个概念哈。希那阿拉会比较好，我认为啦哈。希那阿拉啊，希那阿拉哈，然后再加什么？嘎。希那嘎阿拉。嘎希那阿拉。要加在前面哦。对，我认为啦，就是说你再问看看你们的老人。我觉得这个构词会更精准。那基本上我还是读得懂，那因为你是从阿拉这里来。对，阿拉那里。对。好，那就是参考了哈，参考。好 ，OK， 很好啊。我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老师，如果是撒阿拉的话，你这样子分析的时候，撒阿拉是要拿的那个东西哈？做要做的东西哦。那个沙是做嘛？其实沙跟哈哈，它的意思很接近的。这个两个词缀。你刚刚讲那个哈是期望嘛？希望。没有那个，我讲的期望是那个 in。对对对 ，in 才是有期待的意思，或者是耐心。耐心。那其实沙跟哈是很接近的意思，特别是我们很多单词是对应的，比如说萨拉玛是碗，对不对？对对对，马萨拉玛等于什么？没有，就等于哈拉玛啊。是有没有？有。这个很多词都是对应的哦 ，s 跟 h 哦。所以它的概念是很接近的哦。好，这边，所以我这边讲到沙跟哈哈，就在这里。那个哈拉玛跟萨拉玛都是玩的意思咯。对啊，一样啊。一样哦。但是现在是一样了，但是我的解释还是不一样。我这个人很龟毛。我跟你讲，音不一样，我认为就是不一样。可是你解释还是玩呢？是玩，但是就是有些玩是心境的玩，有些玩是实体的玩，有没有？这个就是我很无聊了，我很无聊啦，我很无聊，就是要做这种研究。好，很好玩。好，那我们看下一句了哈。这样子了，可能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我们就休息到8点5分，好不好？那如果你可以，我再讲一下。
好，你直接讲成巴勒麦好，巴勒麦多嘎巴努尼亚罗啊，达拉鲁多阿米阿多啊，达拉利亚阿米夫丁啊，马拉利达吉达玛啊，基本上可以了。就是说，这边就插着以示祝福，有没有示？好，当然你这巴勒麦就是祝福而已哈，巴勒麦其实就是祝福。所以那个苏姐，你有没有看到？就是这个有签带有没有？你看乌 B 八有没有？看到没有？嗯，有没有看到这个？那要就是你乌吗？用乌就可以了，用乌就可以了哈。但乌是不是名词，要接名词。对，没有错哈。好，所以你看用乌，所以后面它加 B 是不是？好，嗯，所以乌好。如果说你只用乌啊，你不用 B，你怎么办？所以 parliament 它是个动词，我现在就是不能让你用 B，你怎么办？好，现在就是要训练你的构词法。但 be parliament 是对的哈，没有错。可是我现在就不准你用 B，哈，你要怎么办？所以名物化呢，并不是只有 B 而已哈，它后面要变成什么？它变成名词性啊，变成名词性。好，那它可以变成什么？加爱就好了，可以吗？我把它们态度干巴很多年了，就没有问题了，这个词就 OK 了。因为爱呢，它可以变名词，也可以变动词。好，我把它们态就是他在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做这件事情，我正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巴伦曼可以叫做动名词，可以叫做动名词，好，因为那个爱是个人，啊，祝福的人嘛，是不是？他是个祝福青年部落的人，是不是？可以吗？可以理解吗？可以可以。可以哈。那当然，我比巴伦曼多那个是对的了哈，就是说我现在就是我不准你用笔。嗯你就可以在后面做改变，B 比较好。对，这就是你要会应用这些词缀啊，这样的记法结构也是对的哈。好，这是题外话了哈。好，加油哈。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最后一天年龄阶层进行完工记哈。那个书先也打好了嘛哈。好，saya kulai arumias. Ha. Mi sali sinai ko kasaslar pirkuan tolmak ha. Ha, pirkuan tolmak. 所以过来读阿罗米阿哦，你就是说你书写，就是说如果你要分的话哈，最好是加个一会比较好哈。嗯，好。塞过来读阿罗米阿一哦，塞过来阿罗米阿一哦，就是它表示有停顿哈，表示有停顿啊。那当然我们在文字上，在口语上的话，这样会很顺啊。塞过来阿罗米阿米上，你看就好像是有连接哦，好，好，所以加个一会比较好哈。misalnya Cina itu kasasran ha birukan untuk lemak ha kasasran哈就是年龄阶层哈，各个年龄阶层啊，去完工记哈birukan untuk lemak misalnya Cina itu kasasran birukan untuk lemak 啊，没有问题了哈，好，的过。
好，我看现代的哈。阿弥达翁古卡萨哈尔干古卡斯卡波伊塞库莱阿鲁米阿斯哈。好，弥达翁，你是用弥达翁哈？王公祭。老师，那个王公祭是不是应该有文化词？那当然了。哎我们先翻译对了，因为确实每一个方言的那个王公祭，你们知道王公祭叫什么吗？没有在参加这种祭典啊。其实巴格朗就是王公祭啊。可是那个，可是他最原始的意思不是就是除丧脱圣的意思吗？没有，其实我这个问题哈，对，巴格朗它意思就是说，它真正的意思是，食物不够。所以食物不够。食物不够呢，要去采集。采集啊，食物不够的时候才叫巴格朗。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聚集啊，婚上什么是不是说，因为人多，食物准备的不够，这个时候才去巴格朗，所以巴格朗就演变成是王宫。好，当然每个方言每个部落会有不太一样。那我自己也问了很多老人哈，巴格朗主要的意思就是食物不够，然后再去采集。你不可能去打猎，为什么？这些人等着在这边吃，所以要很快的拿到食物，捕鱼、采集野菜。好，你不可能我3天后再回来，不可能，所以一定是很简单、很快的就拿到一些食物供应给大家吃，这个叫巴格朗。可是现在都变成是王公鸡了哈。好，当然这是我有些部落的时候，有些部落我去问的时候，这些老人是这么说的哈。那你当然是哈勒哈完成啊，嘎萨哈勒干，哈勒哈，米达翁都嘎萨哈勒干，王公鸡，所以不精准，不精准。所以不是你要改一下，不能米达翁，要改成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它现在不是要你去做，而是它是一个这个叫做中心思想吧，它是一个王公祭，有没有？所以不能用咪，它是属于信念的一种概念，就是大家都知道要做这件事情，它是属于思想上面的，并不是说现在你要去做，所以不能用。比如说你礼拜天你都会去哪里？去做礼拜？你会说米利害还是用什么？米利害啊？米利害不是，说礼拜天你都会去做这件事情，你会用咪还是 b？那不就还要加乌？不，比利哈亚是不是？是比利哈亚。你礼拜天是固定会去礼拜天去教会嘛？所以叫比利哈亚嘛？不是米利哈亚哦，是比利哈亚哦，就是它的差别就是 B 它是一个思想方面的一个概念，大家都知道要去做去遵循。是。所以王公祭的话，就是你就不能用米达翁，要用什么？米达翁安都对我要讲的就在这里哈。米达翁安都是不是？米达翁安。米达翁安都嘎萨哈勒干，过嘎萨嘎波伊塞过来怎么样？这样就 OK 了哈。
啊，这个你应该听得懂了哈，应该是没有问题，你的这个概念应该是 OK 的。好，你看一下哈，我们看一下修兰的。ukasasra sa ikulay mias misa sahau tu taharkan理性哈。好，sa ikulay mias 做一天好，我刚才撕了，但是撕辣了是吧？哎，嘎萨是辣了，好，辣撕了哈，我刚才撕辣了哈，我刚才撕辣了。最后一天哈，最后一天年龄阶层哈，就是说你年龄阶层哈，所以它的这个整个主词应该是主要是年龄阶层的哈，所以主要的主词是这个年龄阶层，年龄阶层干什么？进行是不是？进行是不是？进行，所以进行是动词哈。所以整个最后一天年龄阶层这个可以说是整个都是，可以说是整个是主词了哈。好，所以我们看一下怎么改哈。你看这个嘎萨嘎波点没有？一塞过来了没有？就是说你看到有没有看到这个句子？有没有？这个因为它的姑在这里有没有？所以主词嘎萨嘎波的一塞过来了没有？好，各个年龄阶层嘛，是不是？在最后一天是主词。好，所以你看一下，你思考看一下这个怎么改你的这个句子。buka seselat. Bisa ikurai ko kasaselat. Usa ikurai ko kasaselat 吗？所以进行完工记，进行这个字哈，可以在就是它一定要在最前面哈。你看就是说进行完工记等于就是要在估的前面了哈。所以进行完工记是在这里嘛哈。给它往前哈。Misa halau do kargan理性去做好Misa halau do kargan理性理性过嘎萨斯拉了，所以这边改一下，过嘎萨斯拉了，然后呢不能估了。Isa ikurai aramial. 那个后面这个估要改成什么？Isa ikurai。一哈，你用一哈，好，一也可以哈，一好。Isa ikurai aramial 好，可以哈。Misa sahau do kargan理性过嘎萨斯拉了，Isa ikurai aramial 好，这样的话这个句子结构就通了哈。那这个一呢也可以用都了哈。用都也是通的哈，都好，没问题。好，基本上是这样子了哈。好，我们现在看看，应该没有人了哈，没有，就你们3个了哈。好，结婚，结婚呢？吗？我看一下哈，就是说我把几个字打出来哈，它的差别在哪里哈？那个马拉木是哪里的哈？马拉木
我看的是这个了哈，巴拉拉木哈，这个是巴达鲁玛啊，这个是啊巴该啊，它是写成这样子了哈，巴该伊夫哈，另外一个是巴嘎丁啊，这个是等于是5个方言的了哈，马拉莫马拉莫应该是南市的哈，南市的马拉莫好。巴拉拉莫是秀姑兰的，巴达鲁玛是海岸的，巴嘎伊夫是马兰，巴嘎丁是恒春。好，那你看看，好，那基本上巴嘎丁呢，我觉得不太像闽南语啊，不太像阿美语了，我觉得了，丁，哦，但是我们恒春阿美族都用这个字哈，那这个字我也没有解开哈，那这边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哈，比较有意思。巴达罗玛就是送到家嘛哈，拉莫好，那问题是在这里哈，一个是拉莫，好，一个是这边也是拉莫，但是一个是妈，一个是巴拉，哈，使成为配偶哈，巴拉莫就是使成为配偶哦，就结婚，马拉莫呢，马拉莫就是有配偶，好，我现在要解释的就是拉莫这个词哈。可是那个蓝木不是夫妻吗？没有，拉莫是配偶，配偶是单数，不就是一样夫妻？没有，配偶是一个人而已啊，这是我的配偶，有没有？所以拉莫真正的意思是配偶哦，使成为配偶那就是他要成为我的配偶，可以说是结婚，所以拉莫其实是单数哦，所以你看我把它打成红字，拉莫的意思是配偶，它是单数你先知道一下这个概念好，那其实我问过了，到底是八使成为，因为拉莫的话才是夫妻，因为它是复数，所以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子哈，我认为拉莫，因为我问过很多老人，不行，拉莫不行，他说夫妻一定是什么拉莫，马拉莫代，马拉莫代这个我是真的问过的哈，所以拉莫是配偶，所以是单数。拉莫才是复数，复数的话就是2个人才是夫妻。好，我这边要说的在这里哈。可是你刚刚讲的巴盖 if 那个是马兰的巴盖 if 对，那我查了，应该是喉舌音了，但是它的音比较轻，它应该是这样子了，应该是这样子。我没有那个 e 哦。对，没有那个 y， 应该是这个音了。巴盖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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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字还真的蛮深的哈。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哈，阿美族把经过结婚仪式的2个人称为夫妻夫妻，所以你看这个2个词结婚、夫妻好，我们翻看看哈。所以这个主要的动词是这个哈。好，我们翻看看哈。但是有人翻好了，还没有哈。
所以结婚仪式，啊，如果按照这个中文结构呢，其实这个是一个主词的词组哈，主词的词组，哈，两个人啊，什么样的两个人？经过结婚仪式的两个人啊，哪一组？阿美族，所以这个黄色的基本上是一个主词词组哈，主要的词还就是这两个人哈，当然也可以是阿美族，阿美族称为夫妻，两个人称为夫妻，所以主要的词是两个人哦，两个人哈。所以特别是很长的词组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出问题哈，比较容易出问题。好，我们看一下那个千代的哈。好，乌马拉拉穆塞汉诺阿米斯国马巴基亚费杜啊达杜萨啊，好，这个是很直接的翻译哈。乌马拉拉穆塞汉称为哈诺阿米斯哈国马巴基亚费杜啊达杜萨哈啊，这个很好哈。所以主要的主词就是这个两个人啊，两个人达杜萨啊。什么样的两个人？马巴基亚费杜哈，已经结了婚的哈，结了婚的这个翻译是很简单的哈，很简单哈。是是成为夫妻是属于阿美族成为夫妻的人哈。故马巴基亚费杜达杜萨哈，可以哈，很好哈。把经过结婚仪式的就是从这个哈，所以这个妈巴哈，这个所以我们这个词缀的应用是非常好哈。然后又有这个爱跟这个度哈了所以正的词根就是那个gaif哈，所以就用词缀来把这个什么把经过哈。甚至于这个仪式哈，仪式的都给它翻出来了哈，很棒哦。好，我们看一下，还没有哈。渲染翻好了。可是应该是乌马拉木代。好，乌马拉木代哈，好。乌马拉木代。好。那no帮在，所以跟 no。没关系哈。好，加个 no 哈。乌马拉木代哈那奈 no 帮在过，你嘎拉自在所以这个你哈，最好是连哈。好。你嘎拉自在，它的真正的是应该是这个你嘎是一个哦，拉自在是一个词哦，你嘎因为这个你嘎是强调那个拉自在合成一嘛
哈。对对。你看他是在努法因奈啊，都发黑哈。哎。啊，好，很好哈。我那个夫妻就变成法因奈跟爸爸黑可以了哦。没有问题啊。哦。法因奈就是先生啊，法黑就是妻子啊。啊，没有问题啊哈。好。我马拉莫塞哈南奈努班扎过你嘎拉子在努法因奈啊，都法黑哈。那现在就是说，你的这个你嘎哈。你嘎拉子在就是2个人，你嘎拉子在努，我看一下哈，经过结婚也是乌马拉木太阳的班扎，2个人合成一，基本上可以了哈。把经过你嘎拉子在。那合而为一应该是要怎么讲？其实就是拉子在呀，合而为一的话就是马拉子在嘛，马拉子在嘛。其实你用你嘎拉子在哈，我现在要想的就是说，因为是经过嘛哈，经过结婚仪式哈。我马拉木代汉的那种班扎，你就是阿美族怎么样？成为结婚的人哈，结婚啊的结婚哈。我马拉木代汉的那种班扎哈，你的意思就是属于阿美族的这个结婚，称为结婚。但是你比较没有翻到把经过这个词翻进来，好翻进来。当然你是用尼嘎这个词哈，尼嘎拉之在也不是不可以了哈。好，我现在就是在想这个问题了哈。就是其实这样翻已经真的非常棒了哈，非常好，没有问题。老师，如果我要把那个经过，我要放在哪里？如果经过的话，就是我讲的哈，就是说其实真正的主词哈，真正的主词是这个，就是整个这个都是主词。就是按照中文的结构来讲啊，真正的主词是这个整个都是啊，但是主词里面的主词是不是主词词主嘛？还是这2人？这个2人才是真正的主词，其他都是来解释这个2个人。这个2个人在干什么？这个2个人为什么成为夫妻？是因为经过结婚的仪式，是不是？对。那他们是什么人？是阿美族，是不是？所以真正的句子是2个人称为夫妻，然后前面都是在讲什么？这2个人在干嘛？为什么称为夫妻嘛？好，对，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翻译的时候，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多思考哈，让这个阿美语跟中文能够更贴近，特别是很长的词组的时候最麻烦哈。好，我们看一下书写的哈。好，那个子习是吗？红爱。子习吗？嗨，对。哇，你那个字真的是我的老是忘记。等一下哈，好，我们先看一下那个书写的哈。好，我们来了，莫在哈努阿米斯库马巴达拉鲁马爱豆达杜萨哈。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你看用这个妈哈妈爸妈爸就是已经发生，妈就是已经是发生了啊，爸就是借着什么样的方法啊，所以妈爸是更好了哈。所以那个秀兰哈，秀兰你可以用妈爸嘎拉之在。但是后面要改不行，后面就你前面有马嘎的，后面要改。好，先这样子哈。好，我们来了，莫在汉努阿米斯库马巴达鲁马爱多啊，达杜萨哈。好，这个很好哈，因为这个达鲁马是什么？巴达鲁马就是结婚了哈，海岸的哈，巴达鲁马。
好 ，OK， 很好哈。我们看一下那个红爱嘛哈。对，对，红爱好。怎么样？你有问过红爱是不是最小的？有没有？没有呢，妈没有妈说不是。不是哈，好好对，好。你不是你是马兰的吧？我妈妈是马兰，她教我都是马兰的，但是我们是属于恒春的。哦，好。对，所以你们到底是住哪里？池上啊，池上，对，池上不池上是属于太可能是，恒春，池上不太可能是马兰哦。恒春，但是哎我妈妈是马兰的啦，她教我都是教马兰的。啊，如果说是池上的话，不太可能是马兰了哈，基本上是恒春。那如果是你关山的话，就有可能就比较乱了啊，鹿野也比较乱啊。池上基本上大概基本上是恒春的哈。是。好，马拉莫特汉诺阿米斯乌巴基亚翻来哈，就是你翻的比较简单哈。好，所以这个乌还是要加进来哈。乌马拉莫特哈，汉诺阿米斯一好，因为你讲这个，你讲这巴嘎伊夫哈，他是结婚哦，有没有？对，所以后面的就没有翻到了。是，就是你翻的很简单哈。现在就是说，我们看看把它调整一下。好，前面没有问题了哈。那现在就是其实这边改估就好了哈。估，哈。但是巴嘎伊夫只是结婚而已哦。所以现在就是说，你现在就少了什么？少了这个经过有没有？仪式，看看怎么在词缀上面去应用。然后两个人，好，两个人有没有？两个人最简单嘛，两个人就叫打图萨嘛，啊，所以巴嘎伊夫只是结婚，但是已经结了婚，是不是？经过结婚有没有？是。所以经过他一定是妈，是不是？啊，妈巴盖，不是妈巴嘎伊夫度，是不是？是不是？结完婚了，仪式结婚。对，就是他已经经过这个仪式了嘛，是不是？结束之后，对，已经结束了，这不已经成为夫妻了嘛？所以所以后面是什么？两个人嘛，两个人怎么说？打图萨，对，这样就好了。那个哈娜那就不用了啊。是，这样的话，你这个基本结构就是对称了哈。我们来莫来哈诺阿米斯哥马巴基亚马嘎巴嘎伊凡度马巴嘎伊度应该加个爱更好了哈。马巴嘎伊凡度打图萨哈，这样会更好哈。好，谢谢老师。不会。好，我们再看一下哈。这个应该也不难。部落里如果有人结婚，是整个家族的大事哈。部落里如果有人结婚，是整个家族的大事。所以你看哈，是这个是这个是主要的动词哈。所以这个地方哈，就是这个中文哈，很麻烦在这里哈。它应该是这样子哈，这样子，结婚是整个家族的大事啊。所以有时候这个中文你要学会调整哈，要不然你很难翻啊。我们再给它还原一下啊，你再想想看哈。
所以结婚是整个家族的大事啊，有人结婚是整个家族的大事。如果有人结婚是整个家族的大事，部落里如果有人结婚是整个家族的大事哈，你要这样去思考哈。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单词了哈。OK，好了吗？还没有。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就是这个我们看到主要的动词之后哈，所以这个句子标准应该是乌要在前面乌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乌后面是什么啊？乌后面是什么？所以是大事，什么样的大事？家族的大事是家族的大事，是整个家族的大事啊。乌大事乌家族的大事，乌整个家族的大事，就是你这个词组该怎么应用姑结婚的结婚姑如果结婚如果有人结婚，一做爱属于部落的部落里所以这个就是词组的概念哈。好，那个签带翻好了哈。好，anu ilaku baka ifai inyalo utasama anai asbakno salawina wina。好，它这个概念就是属于上面这个分句哈。好，如果有没有错有在这里有是个动词没有错哈。anu ila ila没问题。有什么？结婚baka ifai inyalo在部落里大家慢来阿斯巴诺萨拉维纳维纳好，萨拉维纳维纳没有问题这个翻得很好好。只是行系如果照你那个咕，那意思是说我这两个子句也可以对调吗？不是，因为这个中文本来就是有问题的这个中文就是说这个是多的，知道吗？这个是多的，因为真正的动词是前面是整个是主词词组
好这样子了，我来弄哈，我来弄看看哈。你这边呢，就是说好，大萨嘛就按照你的词汇哈，大萨奈什么no 萨拉什么努伊拉等一下再改一下哈，伊拉古ifai niaro 那现在就是出现2个菇我打他妈呢是马克诺萨拉维纳古伊拉古巴加费巴加一费一年了好，基本上这边就是问题就是有2个菇嘛哈，我看看我们怎么调整哈。我打他妈呢是马克诺萨拉维纳都好，我看伊拉所以这边还是改都会比较好一点哈。那这边要改了哈。我打他妈呢是马克诺萨拉维纳都伊拉古巴加费一年了。好，这样的话可能就顺一点哈，但是这个是指它是整个句子没有分句的状况之下哈。那千代这个翻译呢，就是这样子哈。好，我觉得非常好哈。好，等一下我们再讨论我的好了，我翻的哈。我们看一下别人的。好，书显。好。伊拉国民把大陆嘛按一年罗伊我打他们按那呀什么诺拉鲁按，好，这个没有问题哈，大概就是按照这个记法结构去翻的哈。好 ，OK， 这个没有问题米把大陆嘛按一年罗，伊拉国民把大陆嘛按一年罗伊打他们按那呀什么诺拉鲁按，好，没问题。现在就是说你们就是这个整个部分哈，整个的这个词汇，看看能不能加进来哈，整个。那个千代还有那个书显哈，看看能不能再把整个这个词加进来，加强一下哈。好，秀兰。好，我大概什么给拉乌诺罗马都努伊拉那个拉姆伊尼罗好，那个秀兰哈，你现在就是插个菇，问题是那个菇加在哪里？好，我大概什么拉乌诺罗马。都伊拉古，对，就是跟我上面的句子是一样的，有没有？就把菇加进来就 OK 了，有没有？伊拉古，好，这样的话就顺了，就有主词了哈。我大概呀，什么给拉拉夫诺罗马都伊拉古尼嘎拉拉莫伊尼亚罗哈，就是你的这个结构基本上就是我上面翻的这个结构是很接近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哈。就是说，但是你是把它整合下来的啊，就是说，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分句的话，是这个样子那其实都对哦，其实真正来讲应该是这样子，它不应该有分句
不应该的哦，因为这句真正的动词是什么？是。那前面这个是什么？词组里面有动词因为这个主词里面主要的主词是什么？是结婚了。结婚是整个家族的大事，所以真正的主词是结婚了。哪里有人结婚？部落里面有人结婚啊，所以是解释结婚这件事情，是不是？对所以真正的主词是结婚也就是我讲的按照结构的话，应该是就是你翻的跟我翻的这句但是他这边加了个分句号那个现代跟书显翻译的其实是按照他翻的好。Okay. 那如果老师，如果我要分级的话，要怎么分？好，等一下哈，没问题。好，我们先看一下那个红爱的哈。现在就是比较没有翻到那个整个，有没有？整个这个词，看看能不能加在词缀里面哈。Ano bagai fai ini alo我打他们安奈打他们安奈努沙拉维文的按努是马考，基本上没有问题哈，大概都是这样子哈就是按照这个中文的结构去翻的哈那现在就是整个这个词汇哈没有加进来我们怎么加？好，我们现在讨论一下。Galu Salawina。你金马给说？现代。现代哈，所以你的是第一句哈。Galu嘛哈，加在这里嘛哈，对不对哈？好，很好所以这个词缀应用的非常好哈。Galu 它是大概是各个所有的意思啦。好，Galu 这个词缀是大概是各个所有的意思，所以也是整个整个的意思，所以加在词缀是最好哈。那你也可以什么单独用一个词变成另外一个词组也是可以的但是用 Galu 真的不错非常好。那现在就是说那个淑贤，你的呢？你的加在哪里？淑贤，我后面加阿妈命那我们按妈命妈命也可以哈，全部可以，没有问题整个全部好。那个秀兰，好，你的呢？我是加在哪里？哈鲁拉拉布努鲁玛那个地方。哈鲁用哈鲁那你看哈鲁拉拉布努鲁玛，那一呢？哪里的伊哈拉布努鲁玛哈伊哈拉拉布努鲁玛所以一还是有伊哈拉布努鲁玛多了一个伊哈拉布两个拉吧？有两个拉对我说你念看看，这样对吗？伊哈拉布伊哈拉布，对两个拉。没有错哈，所以你只是加一个哈嘛哈。对，好，哈沙好，所以哈跟沙它有做的这个概念了哈，有，所以这个词缀加进来也是 OK 的，没问题哈。好，那等一下哈，那个红爱，你的加在哪里？就是整个。Masa lawina masa， 你是用 masa 哈？对 ，masa 好，我们先打上来哈。好应该是马路 sawina。马路你是用马路对。
应该是马路。好，所以这边一个是马路，一个是嘎鲁哈。好，所以嘎鲁跟马路是有点不太一样哈。不是在这里嘎鲁马路哈，嘎鲁马路。好，我这边把它加在这里好了。一个是嘎鲁，一个是马路。所以我们看嘎鲁马路哈，还有巴路哦。这个词缀有3个词缀哦，3种哈。那一般来讲，嘎鲁就是什么？它就是已经不会变的叫嘎鲁，不会变的，不会改变啊。这个有可能会变，或者是刚发生。这个是使，要使怎么样？概念在这里哈，嘎鲁。所以那个红爱，你觉得呢？就是你按照这个概念来讲，好像部落里如果有人结婚，是整个家族的大事，有没有？所以这个整个家族是怎么样？整个家族。我现在提出来就是说，希望你能够理解嘎鲁跟马鲁的这个概念了。它这个意思其实很接近哦，很接近哦。所以是嘎鲁。对啊，我现在要提醒你的就是在这里，因为这个家族是不会变的，有没有？它不是才刚形成的家族，有没有？是。那马路是什么？我们这个事情才刚形成，是刚发生。嘎鲁的话，对，嘎鲁就是已经是形成常态，不会变的。那整个家族当然是不会变了，所以用嘎鲁才是对的哈。好，这个差一点点哦，但是有时候这个词缀我们阿美族用的词缀非常精准，非常精准。所以嘎鲁马鲁，你看还有巴鲁，那我不知道你们在文章上有没有看过巴鲁，巴鲁比较少，嘎鲁马鲁常常出现，但是它不太一样哈，不太一样。好，我这边要强调的在这里哈。了解。好，另外那个我们看一下，我们改一下这个秀兰的哈，秀兰的看看怎么改哈。就是秀兰你应该可以改吧？改成分句怎么改？对啊，我想说看怎么改分句。就是对调而已啊。伊拉古把伊拉古放在最前面。是啊。那但是要加什么？分了一个分句哦。对，然后阿努是不是？阿努伊拉是不是？加一个阿努哦。对，你本来就有加啊。阿努伊拉古尼嘎拉拉莫伊尼亚洛，但是要加什么？尼亚洛后面加什么？尼亚洛爱呀。伊尼亚洛伊。因为那个一就是什么？这个一就是分句，表示后面还有分句，所以一定要加一才会顺这个记法结构也才会对象。阿努伊拉古尼嘎拉拉莫伊尼亚洛伊乌达阿盖阿森曼伊哈拉拉夫诺罗马。所以这个那个度就不要了，是不是？那个度就不要。对。所以基本上就 OK 了哈。可是我那个哈拉拉布可以然后。其实那个哈其实就是有做的这个意思啊，也是，它也有全部的意思哦，沙跟哈。你看那个沙豆有没有？那个沙。沙豆对，经常有那个沙有没有？其实哈跟沙其实它有这个概念存在可是就没有哈豆啊，没有哈豆啊，就沙。没有，就是说因为你们的方言的词缀的应用本来就有点不太一样了。我现在还在因为比较没有时间去拜访那个李文广老师啊。因为我之前去台北教课的时候，我都会去找他的。我是每个礼拜三下午，我是礼拜三教课嘛，在台北，我礼拜三下午我就会约他，我请他吃饭，然后问他很多问题。这是很好的那个长辈他非常那个，很愿意解答，所以我问他很多问题
所以我现在就比较了解这个你们这个男士的一些词汇跟词缀哈。好，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子了哈。没有了吧？应该没有问题吧？满面没有了好，那书写你已经改好了嘛哈？嗯，所以我们这样子虽然很慢，就是希望说，我们每一个人哈，就是翻对了之后呢，我们希望能够更能跟中文的记法结构对称，好，这样才是最好的哈。当然意思我们其实基本上都对了，那有时候我们的词缀应用呢，可能差那么一点，那我就会说明一下，好。那不见得是说我说的都对哈，最好你还是要把你修改之后的句子结构有没有问问你的长辈，看合不合适或怎么样，就是我们可以互相讨论，因为确实词缀有的词缀呢，别的方言部落有真的是不一样的，会有一些差别啊，所以不是说我说的就对了哈，我们尽量多讨论啊，因为我听别人的话，我是很宽的啊，就是说，因为每个部落它的这个所发生的事情，还有词汇演变的过程，也可能不太一样，意识会有一些差别。那我就是希望说，能够整合更多的词汇之后呢，我们的翻译才会更精准。那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书籍啊，没有其实我也是在慢慢的建立哈。那希望说我们这个课程哈，真的很棒哈。但是我现在还是把句子给它分段。如果说这没有分段的话哈，就很难翻哦，就是很长，有没有？所以你有时候要学会给它分段，自己分段，先把意思解释对，然后再精进到就不分段的时候，你也可以翻得很精准，然后按照中文的结构去翻，那就没有问题了啊。其实我们希望要栽培的就是我们更多这样的人哈。那我们将来我们的资料文献就能够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哈。那下个礼拜放假嘛哈？对，下个礼拜放放假哈。那这个资料呢，你也可以先练习翻哈，就是后面这些资料，你也可以先练习翻哈。